我儿子我叫他我哥，因为他现在长得比我高。我女儿我叫她我妹，因为她跟我一样高。然后我们三个站在一起，像兄弟姐妹耶！Oh my god，我小孩都长大了，我怎么还那么年轻？OK，然后他就语音给我的时候，他就常常用全族语跟我说话，然后让我练习。然后这样的转变让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我录单口 podcast 的会录到哭？跟大家亚维毛令亚维聊天室开门喽！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这是2026年的第一集，耶！恭喜恭喜，有新节目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亚维聊天室呢？很简单。在2025年呢，亚维莫瑞做了一个节目是冰的让音乐时尚在阿亮96.3准时每个礼拜六日晚上6点播出的节目，但因为2026年没标到，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呢，我的音乐人朋友，他们呢会陆陆续续的来跟我 booking 约时间，就说我发新专辑了。要上节目了，但殊不知2026年没节目于是乎我就决定，好的，来开个 podcast，podcast 的节目，然后可以侧录一下我们现场录音的片段，然后在 YouTube 可以同步来做播出。当然，聊天是顾名思义，它跟广播电台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广播电台我们可能有规定的时间，然后在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播台呼，然后可能有制定说，这个节目我们可能有几趴的族语就是可能限制会比较多。那我想亚维莫瑞的聊天室，我们就轻松自然。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邀约一些音乐人，然后呢，也可以邀约一些不是音乐人的朋友。比如说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或者是达人或者是匠人或者是你觉得你有很想要聊天，好想要跟亚维一起聊天在我的 podcast 的节目，然后你有一些还不错的想法聊聊生活聊聊平常，什么都可以聊。所以现在开放报名各位观众朋友也不是观众朋友们啦，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新书发表新作品想要发表或者是你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人生有一些很多事情想要聊，然后很多的见解很独特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亚维莫瑞的粉专跟 IG， 你可以私讯我，然后告诉我说我也想要到亚维聊天室聊一聊秀秀，或是说你有新作品但不见得发专辑，好不限但是我要审核啦，毕竟这个一年我只做礼拜六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我们就轻松做就好，不见得一定要每个礼拜六日都做，所以我决定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从2026年每个礼拜六同样的晚上6点钟就是让那些有准时在收听并得让音乐时尚的朋友们，不要到了2026年找不到亚维莫瑞，我还有亚维聊天室你可以到我的 podcast 搜寻亚维聊天室，一样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也许节目的内容跟以前不太一样，但是更加轻松那我现在是第一集，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首先要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聊天室的由来聊天室由来就很简单，就是2026年的广播标案没标到，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继续下去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不再重复了。OK， 好，那当然第一集也许有很多朋友不认识我，那我也想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亚维莫瑞。那我是一个族语泰雅族的人，族语音乐创作人。然后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我做了几张全母语的专辑，1、2、3、4、5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刚好5张。那
也在这当中呢，其实做音乐很难赚钱，包含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做这 podcast，就是根本就是无偿，没有薪水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可以分享，借由我自己周遭的朋友、音乐人，好可以分享他们的好作品，可以让大家听到。毕竟现在这个音乐产业呢，大家收听的习惯是比较小众。好，那也有很多音乐人，独立音乐人，他们是自己默默的在自己的工作室做了非常棒的音乐，但是却没有人知道。那我想这是一个记录，然后慢慢去累积它，然后不是说要聊自己吗？怎么又聊到这里来？但没关系啦，无论你现在是在哪里哦，你在上班偷听音乐也好，Podcas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听的管道，就是它不限时间啊，你在上班也好，下班也好，你在家躺在床上也好，想听就听，你在上厕所拉屎，打开来点就可以听哦，你不需要很专心听啦，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陪伴。亚维莫瑞的聊天室陪伴着你，陪你说说话。这一集没有来宾，那聊聊我自己啦。其实我已经想很久了，在去年我做饼当音乐时尚之前，我就想我要不要来做个 podcast，然后其实也在那个 SoundOn 的里面的界面里面，其实我自己试播了3集，但那很多年了，是在疫情的那一年，我们被关在家里，于是我就想说，好吧，我来录个 podcast，然后也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就把录音专题打开，然后喝了一点酒，然后就是这样子开始录了。但录了3集之后，默默的，疫情解封，然后开始工作，就忘记这件事情。但其实一直在放在心里面，有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呀。我这么爱说话的人是应该开个 podcast， 但是也不是只有听我在那边尬聊乱讲当然我还是会邀请来宾然后还是在聊我自己。你看我一直要跳出去，跳出去。我看一下我自己的访纲，我自己有帮我做个访纲对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讲。我没有把这个 podcast 当成是一个节目它也不一定是音乐节目，它是一个聊天室因为聊天室不一定要很有结论，只是很多很多的分享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被听见那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要听。然后当然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我想要上这个聊天室跟雅维一起聊天也可以的也可以的。那很多人会说雅维你是谁？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中年妇女，然后我是一个音乐创作人，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直播主。那其实最重要，我是一个正在学习我该如何好好生活的人。即使活到这把年纪，我都觉得说，人生总是不断的在定位，就好像那个导航系统，你走到这条路不太确定的时候，你就一直不断的重新的在导航。我的人生也是这样，然后在这条路上，我们只能一直前进，然后必须要一直学习怎么样好好生活啦。其实我唱歌啊，我创作啊，然后我做主持啊，我在很多角色里切换，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斜杠？那有时候我会怀疑我自己说，你这样子很不专心但是其实很多，比如说我在做主持，然后我在卖东西，或是我在写歌，或是我在学族语，看起来东西都很分散甚至我现在在做 podcast， 但其实它在同一条路上的。对，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创作喜欢说话，喜欢分享，但我觉得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虽然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其实走得非常慢啦，但没关系。既然都已经说到我是一个族语音乐人，那我这边要分享一首歌，就是我在我的第1张专辑里面，当然也是第1首写的歌，它叫《睡吧，我的孩子》，Avi Lagimu。然后这首歌呢是写给我的2个孩子。当时呢在做这首歌的时候，2位
亲爱的我现在叫他我哥跟我妹。我儿子我叫他我哥，因为他现在长得比我高。我女儿我叫她我妹，因为她跟我一样高。然后我们三个站在一起，像兄弟姐妹耶 ！Oh my god！我小孩都长大了，我怎么还那么年轻？OK， 好，当时他们还是小宝宝，写给他们的歌，然后用我的泰雅族语来做的。阿 V 拉给木，我们可以先来听个一小段，然后等下回来呢继续聊。Avi, avi lagimu. Avi, avi lagimu. Ini su avi verhem misu. Lahi kenal ing velak avi la.好的，音乐回来，哇，是不是很好听？那阿维拉给木呢？这个是我族语，在我小时候住在部落的时候，非常经常听到的，就是我的雅基就会说：“我是阿维啦，赶快去睡觉，拉一本啊，不要再玩了哦。如果你不睡觉的话，完全没输了给我揍你哦。”好，很可爱的歌。那当然，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歌曲，其实就是一个妈妈的焦虑，非常焦虑的妈妈写下的歌。但是我想要用母亲的爱，很温柔的去表达它，所以就用这样的曲风，好，然后去诠释它。那当然，在第一张专辑，我要很感谢我的伙伴们。好，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高潮老师，他是一个阿美族的音乐人，他是贝斯手。弹贝斯的，那也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他，然后有了音乐的合作，然后开始呢，我们就是一首一首的线上合作，然后一首一首的去参加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累积到了一个作品，然后一个罗一凡就是现在很红的那个 Mars23的经纪人。突然忘记他们团叫什么名字，完蛋了。然后Mars23的团是什么？Trash 乐团，阿叶 Trash 乐团。他现在是 Trash 乐团的经纪人，是的，没错。好，那当时呢，他帮我们写了这一张专辑，叫《斯瓦西格》的一个企划案，于是我们得到了补助，然后录音，把我跟高潮一首一首合作的歌，然后一首一首去比赛的歌做成专辑。殊不知运气很好，我们两个住在土城的土人，就因为这样子玩音乐，然后也因为一个罗一凡贵人，他们就来到我家，然后跟我聊天，写了专辑的企划案，录了专辑，就这样子得到金曲奖 ！Oh my god！ 第一张专辑就得到金曲奖。那其实昨天我在跟我老公，就是白董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就真的聊天很会吵架，他很爱泼人家冷水。然后昨天不知道问了什么弹吉他的事情，然后他说：“累积没有奇迹。”让我就回想到这件事，确实，你说一个新人做一张专辑，第一张做就
可以得到金曲奖，第一个其实是运气，当然也有一点点奇迹，可是在这前面真的是累积。我从2010年吧开始合作，然后陆陆续续做歌做得非常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带孩子，一边带孩子，然后一边上班，然后空闲的时候写歌，就这样子过了大概7、8年，我在2018年才发行专辑，所以这个过程历经了7年的累积。但其实大家不认识我，就是说，哎呦，这是谁啊？怎么都不认识他？然后做了一张专辑就得奖，那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努力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某个小小的练团室，就在这里啦，这湖在练团室，可能练团做歌比赛，好默默的7、8年过去了，然后做了这张专辑就得奖。好，那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它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我想要让大家听的，就是泰雅的孩子。那这张专辑呢，制作人是白董。白董第一次来帮我制作专辑了，然后它是我的第3张专辑。我们现在听歌，等一下再来聊。好的，音乐回来，泰雅的孩子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有点冲突的歌。怎么说呢？在我做主语创作音乐做到第3章的时候，其实我妈一直没有很认同。她说：“你都几岁了，你还在学主语，写这个泰雅语的歌，你唱这个要唱给谁听？你怎么不去唱英文歌？你怎么不去唱中文歌？别人听得懂？到底谁要听？然后到底这个音乐你做这个花这么多时间，有没有钱？没有，赚不到钱。然后，但是因为他这样的质疑我，然后没有支持我，我觉得我其实有点伤心。”有点伤心之下，我就写了这首歌《泰雅的孩子》。那里面是在说什么呢？虽然我爸爸是台湾人，我妈妈是泰雅族原住民，但其实在我小时候，每次回乡，我就是回山上。因为其实在南部彰化那边，爸爸的家已经没有家了，他们很小就搬来台北。然后因为我爷爷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回乡回到部落。我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就是一个原住民，我就是泰雅族。然后小时候听到的家乡的话，就族语啊，然后虽然片片段段很多都还不太会讲，然后记得的话有限，但是就是非常的熟悉，就是把泰雅族的语言文化，其实在我很小时候就在我心里面有了个种子在里面。我觉得当我想要做音乐，做族语音乐，做自己的母语音乐，应该就是要做泰雅族的歌，但我却
妈妈不支持我，艺术学了泰雅的孩子，告诉他我很伤心这件事情。然后这首歌 demo 做好的时候，在我之前我在写主语歌的时候，都会一直去烦我妈，然后一直去骚扰她，一直要跟她问怎么写怎么学。唯独这首歌我没有问她，我写完之后呢，去问老师，老师告诉我说，哦，这个结构，句子的结构怎么样，要怎么修正 ，OK， 全部修好了 ，demo 也录好了，我就回家放给我妈听。我说妈，你听一下，她就听完这首歌，眼眶泛泪。她知道我伤心，她知道我需要被认同。怎么讲到这里很想哭？那但从此之后，他听了这一首歌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以及回应变得不一样。就因为之后开始，我还是继续写歌，每一首歌给他听，然后他从反对，然后还有 diss 的角度改变了，他变得有点支持，然后在这个。因为他不会用手机打字，然后他都用语音，然后他就语音给我的时候，他就常常用全族语跟我说话，然后让我练习，然后这样的转变让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我录单口 podcast 的会录到哭？就是想到那时候的感觉，然后从此之后，我妈妈就开始蛮支持我，然后以至于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真的要继续做下去吗？但因为他让我不断的可以练习讲主语，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就做到第5章了。好的，太感伤了。我觉得 podcast 就是这样，把自己真实的情感录出来。我们也没有一定要怎样的段落，我们也不一定要多开心。当然啦，其实开心好了，那也反正我觉得真情流露很好。我不知道各位观众跟听众，你们喜欢这样的感觉吗？喜欢这样的亚外吗？我想在我这个亚维聊天室的 podcast 的节目，还有 YouTube 频道，我会一季一季慢慢做。但是我如果有时候没有更新到，你们也要稍微体谅一下，毕竟我也是个上班族。虽然我有理想，想要好好的做完，把这1年我已经算好了52个礼拜，52集。如果不小心没更新到，那其实没有做足52集，大家也要多多包涵一下，好吗？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就是我第5张专辑，我觉得跟我现在状态非常像，然后也很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概念跟理念。这个作品其实介绍自己就是把作品给你们听，因为在每个阶段的我做出来的作品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创作人很有趣，不管他创作的作品是什么，如果是诚心诚意的在做作品，其实也就是赤裸裸的把自己表现在作品里面。我们来听这首《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好的，音乐回来，刚听到那首歌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今晚咱去跟咱有啥咪么友谊，就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为什么要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常常，我自己啦，到现在我也一直不断的遇到每一个状况、每一个氛围、每个事件，或者是困难也好、开心也好，我都会去感受它，然后去调整一下自己。然后，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世界里面，你就是你自己的主角。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想要配合环境、配合这个世界，然后去表现自己，但是其实你才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啊！我觉得会写这首歌，是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滑到一些东西，然后我很有感。我们为什么每天出门我都要鼓起勇气，然后去想象我即将要面对的那件事情有多可怕，有多恐惧，然后用这样的心情，然后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去面对它，而不是用另外一种心情呢？是用你自己很快乐，就好像跳舞的心情。这麦有点低，调整一下。你听音乐的时候，你很放松。你喜欢跳舞的人，你跳舞是很放松、很快乐的。为什么我们不用这种心情去面对这世界呢？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录 podcast， 我很紧张吗？其实我很期待。然后我希望用我自己当下很快乐、很舒服的感觉，然后让这个世界、让我周遭、让我待会的来宾、让这个世界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情，随着我的心情一起跳舞。即使我很快乐也好，你跟我跳快乐的舞；我很伤心也好，就像我刚感动到哭了，你们也跟着我的情绪。好，世界指的就是你们，指的就是这个环境，让世界跟着我，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我想这是比较像现在的我自己，然后我希望可以让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不管这个节目、这个单集、这个 podcast 有没有结论，我不是要来跟你们讲这件事情的结论，而是我想要分享给你们今天我想分享的事情。那当然聊到这边，感觉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虚无缥缈？但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从紧张，然后到开心，然后到我好放开哦。聊到我妈那一段就哭了。那我希望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呢，当然今天是第一集，然后第一集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很简短啦。慢慢的，你们会在后面的每一集节目，慢慢的了解到亚维莫瑞亚外到底是怎样一个个性的人。我想用真实的自己去让大家认识，然后我会邀请每一集会有不同的来宾，但如果有时候邀请不到来宾的时候，我会单口自己聊，然后我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聊天室跟我聊天哦。预告一下，下个礼拜邀请到了一位艺术家，他是阿美族的很厉害的艺术家，他叫优席夫老师。他除了是一位画家、艺术家之外，他呢最近出了新专辑我们下一集来访问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的简短。那希望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亚维莫瑞的 IG， 然后还有脸书，然后当然还有我的 YT。好，今天这个节目你在 Podcast 听到，如果你还想要看到现场录音的我，那我在录音室练团室，没有特别的 setting。可能有点乱，但希望大家想要看影像的可以去 YouTube。那这个节目呢，我预计没有意外的话，每个礼拜六晚上6点 Podcast 首播。好，锁定亚维聊天室，我是亚维莫瑞，古信啊亚维莫瑞，马斯卡亚达拉，拜拜，谢谢大家。古信啊亚维莫瑞。Kita tak bawa ni lagi, meski dalam